為咗慶祝成立35週年，香港科學館喺聽日起推出2個新嘅展覽，包括30幾年前嘅機械人。時興講機械人，但係科學館早喺35年前已經有第一個保安機械人。佢嘅頭上面有攝影鏡頭，可以360度旋轉。呢個鎮館多年嘅能量穿梭機，代表物理學4種基本粒子嘅圓球就升級成4色光球。為咗慶祝科學館成立35週年，館方星期5開始推出2個新展覽。其中紀念展覽除咗回顧科學館嘅發展軌跡，更加解構能量穿梭機嘅運作。展期去到7月15號。展覽裏面設有打卡位，等參觀人士可以透過人工智能化身成為科學家、古生物學家或者飛機師。同樣喺星期5展出嘅仲有照片展，分為19個展區，包括動物肖像、植物與真菌、水底世界等等。展出接近100張喺舊年倫敦攝影大賽獲獎嘅野外生態攝影照片。展期去到9月2號。我哋希望大家咧，唔係淨係單純去睇相咯，因為喺每一個相嘅背後咧，其實都有一啲嘅生態嘅故事嘅，有較為悲慘嘅故事啦，可能有一啲生境會被破壞啦，但係亦都有一啲好正面嘅故事，就係我哋人類點樣做緊一啲保育嘅工作，去令到呢啲嘅生物係得到維持嘅。其實人類同動物係唔可以分割嘅咯，其實係冇一個分界線嘅。佢話希望參觀人士傳揚保護環境嘅信息。無線電視記者陳詠琳報導。